来继续来看总统夫人吴美如，今仔日嘛甲总统赖清德做伙来参加着国庆大典。设计师肯定总统夫人的清采，讲夫人用粉红仔式的温柔为国家来做生日。那副总统萧美琴也是穿伊上爱的裤装，精神饱满。 牵手做伙行台湾一定赢，庆祝中华民国生日快乐。总统赖清德甲夫人吴美如满面笑容，亚国旗。总统赖清德西装穿甲啪里啪里，到胸坎头前，阁有双十国庆多样的边尖。总统夫人吴美如气质真好，穿粉色的面顶衫，到胸坎头前的装塔，阁有三角鱼钩，配黑色的半长底裙，看起来真大方。设计师认为，总统夫人的清采有替国家做生日的喜气。 总统夫人呢，她穿一个粉红色上衣，跟配一个黑色有点小鱼尾的这个黑裙，那粉色当然是非常喜气，是非常好的。副总统萧美琴的清采，甲伊平时的个性同款，简单适叠，黑色的裤配青色花草的靴子，阁下腰带，看起来就更较有精神。我觉得，因为裤装是代表一个好像比较中性的感觉，然后也不要太女性化的那样的印象，所以他希望给人家是一种很刚硬的那种感觉。造型师认为，萧美琴选择的清采，甲伊个性同款，嘛表现出对中华民国做生日的重视，庆祝这个双十重要的日子。Hello， 我是林纯佩。想要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或是体坛动态吗？赶快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